工一礼拜两三工，我就会甲涂骹拢4、5清气，真的哦，吸尘器揉七七的安尼，七七4、5清气。啊，我面床顶吼嘛是安尼揉清气。你好男人呢。啊，连工无来阮兜帮我斗揉。免，安尼我是钱。欢迎收看《台语真认得》，愈讲愈认得。大家好，贵边。大家好，我花是在地新闻的主播林玉珍。咱今仔日讲话爱用力来讲。嘿啊，因为你看咱两个拢挂喙红。嘿，因为实在是无法度，因为这疫情吼，真正是愈来愈严重。嘿啊，这几工哦，就是200个、300个确诊安尼一直增加。是啦，啊，一定进入去第3级的警戒。啊，这疫情警戒的第3级就表示讲，你出去一定爱甲喙掩挂。室外袂当有10个人以上的聚会，5个人，即为着大家好，防止疫情过来拓开安尼。啊，做这场所吼，比如讲吼，我即马入去甲7啊、全家，伊全部拢爱记名册，写落来。对，你入去的时间，啊，你的名，啊，你的电话拢写落来。这个华语叫做10连制、10连制。后摆他做疫调的时阵，才有法度掌握较真正接触者的状况。是。啊，而且吼，做这企业吼，就开始咧。横刀的办公，横刀的办公，啊无就是徛家的办公，就是远距离办公，你家己厝内底办公，因为安尼会当安怎减少人甲人的接触，啊，像你嘛会当，对，你为厝来公司爱去坐车，爱坐公车，爱坐份，嘿啊，我后礼拜嘛是爱伫咧厝办公，除了讲咱讲的这个规定以外吼，其实有足侪所在，因为伊的境界升级了后，伊开始就酒店啊、按摩店啊，拢开始停止，已经袂使搁营业啊。是，然后呢，即摆有真侪迄种店家，我互你内底食安尼，你爱包回去安尼啊。是，像阮厝邻附近啊，有咧炒饭店啊，伊即摆你单拢会当外带尔。哦，袂使伫店内食，袂当伫店内食，因为伊惊讲伫店内嘛增加迄个胃着迄个病毒的风险嘛。是啊，医啊，全部收。对，啊，大家拢唔敢伫咧外口，是，所以伫咧厝会足无聊无？哦，我跟你讲哦，像你也伫厝咧做代志，啊，放假的时阵袂当出去，啊，你家己一个人伫厝的时阵，你要做什么代志，还是你会做什么代志？较袂无聊安尼吼，我一定是迄度啊。安那？看迄偶像剧、电视剧。像我伫厝吼，我嘛是甲你共款，我唔是看电视，我唔是看剧啊，韩剧啦、日剧啦、漫画啦，啊看了忝哦，就去困。安尼就食饱困，目睭酸，流目油。食饱看饱，看了食，啊就困，食困看，一时啊就飞起来。足轻松啊，也无法度我飞袂起来。安尼哦，啊除了看剧之外咧，看剧之外，你嘛会使趁机会甲房间啊、厝内底整理你的。我甲你讲，我房间都足整齐。哦，是哦。每衫拢放啊足整齐。我逐工一礼拜两三工，我就会甲涂骹拢4、5清气，真的哦。吸尘器揉七七的安尼。七七4、5个清气。啊，我面床顶吼嘛是安尼揉清气。你好男人呢。啊，连工无来阮兜帮我斗揉。免，安尼我爱收钱。无要紧啊，互你。啊，真的啊，假？真的。我收钱足贵呢。无要紧，1点钟偌济？1点钟，你爱照道理开啊，你袂使黑白开。1500，1点钟伤贵啦。这做正。人阮咧装卡车迄。我会讲，我有朋友伊是咧做帮人做清洁这种行业。啊，伊1点钟收1500。人阮遐是半工2000呢。哦，半工2000。半工4点钟2000，1点钟500。啊，毋过安尼袂合我即摆时薪水啊。啊，袂啊，你做半小时的，唔免摕到遐高，安尼你知无？好啦，我知。要做啥？做啥？运动。哦，我你讲即摆因为吼疫情的关系，健身房全部拢关起来。啊，关起来你袂当去，你伫厝要创啥？你也平常时要有咧运动惯习的、健身的惯习的人吼，你伫厝你会当做伏地挺身。来，甲你考伏地挺身的台语名。伏地挺身的台语叫做霸型健身。霸型健身，伏地挺身。啊，我一个是仰卧起坐，台语来。5、4、3、2、是啥？伏地那个什么，这叫啥？提刀连腰。哎呦，你平常时有在做无？无呢。安尼你嘛是唔免讲家己一定去做这啦。像我平常时有在健身的人吼。哦，你有哦。我一礼拜至少会去2、3道。
哦，真的哦。像我无迄阵，我伫厝。你这款体格都无想有去练的人。哎呀，我虽然讲我散个步板，你有肌肉吗？我身上嘛是有物件。真哦，看袂出来呢。我是头较疼啊，这头无好啦。好啦。啊无，另外一种。煮食。哎。所以咱即摆是咧建议大家哦，这段时间莫出门，尽量莫出去外口食嘛吼，啊家己煮食。讲着煮饭，像我遮贫惰的人，可能就是用泡面加一个卵，加几块仔肉安尼。上简单的啊！啊，佮上简单的一项物件，你也无物件通好食的时候，你手机也拍开。手机也拍哦，有啊，叫哇塞。是啊。因为即马足侪人来叫，因为无爱出门。啊，但是话佫讲倒转来啦吼，万不一啦。你今仔日看这新闻啊，伊公布讲迄个较真正去过所在。啊，我去过。啊，你有可能有接触过安尼？是。你家己扫落来要安怎办才好咧？你也当做吼，第一个你爱上注意的代志，就是讲吼，你也同较近的人有接触到，你爱先家己踮在厝的自我隔离。因为这个接触有分两种，一种是亲密的接触者，一种是较无遐亲密。你可能是过路的，你安尼，你去过遐，你嘛去过遐，这种属于较无亲密的接触者。啊，那亲密的接触者就是像你的厝内底的人啊，同事啦，朋友啦，你就爱开始家己爱隔离，啊做自主健康管理安尼就对啦。啊，你也毋是密切接触者，你就是爱进行家己14天的自我健康检测。自主健康管理就对啦，啊，你也出现症状，你就甲喙炎挂，啊，紧去。看医生，要毋过你看医生啊，你就爱打电话卫生单位的安排派车，然后带你去看医生哦，了解。啊，万不今仔日你若确定讲你已经胃着病毒啊，你是确诊啊，安尼要安怎办？是，安尼第一个吼，大部分的确诊者拢是轻微症状，轻微的症头呢。是，你的症状无遐尼严重，你家己伫厝休养，你就会当慢慢啊好啊。哦。为什么会叫你伫厝休困？是因为要甲重要的资源，然后重症的患者。对，所以讲你若是属于迄种无症状的感染者，或者是迄种轻微症状的迄种确诊者，你就隔离。是，但是爱一个人一间哦，唔好甲厝内底人共用迄个真具间啊、便所啊，袂使哦，你爱家己一间。所以这点就是指挥中心有甲咱讲，你若已经确诊，一定要做到这个动作。是，哦，确定你想看，你这3天有甲谁接触，确定会甲讲一下，讲你已经确诊啦，啊叫这家己吼接触者朋友啦、亲情啊，家己爱嘛爱做隔离啊。是，啊上好哦，你咧回忆这的代志的时阵，你上好是甲写落来，讲你有去过什么所在。做疫调的人员吼，伊嘛是会来甲你讲，问讲你有去过地啊，做过什么代志啊，接触过什么人啊，这种是最重要的。啊，总讲一句啦吼，你若是吼确诊者，或者是你有去接触到确诊者，有几项代志一定要注意。来，咱请小龟讲互大家知。这嘛是卫福部甲咱讲，嘿，就是讲吼，你也当第一件，你伫厝隔离的时阵，你伫厝里一定要家己人一间房间，一人一室。是，啊，唔通离开，而且你用的会间啊，袂当同厝里的人做伙用，就是一人一间的意思啦，莫共用就对啦。是，啊，伫厝里避免同厝里的人接触，尤其是长辈啦、囡仔啦、较接感冒遐厝里的人。啊，这应该知啦。你都已经确诊啦，你当然要甲因隔开啊。另外一个，过来，你的食食要安怎？请厝里的人帮你准备食的迄落猪啊、汤匙啊，一定要消毒。啊，袂当看厝的人做伙用，啊，而且吼用迄杀蚊啊，用水洗手啊，佮用酒精消毒，随时要注意个人的卫生。啊，另外一项就是吼，用稀释过的漂白水、漂白水，啊无就是酒精消毒你碰过的所在。对，反正你伫房间内底用无代志做，猛消毒，猛消毒。啊，你若发现家己有发烧、流鼻水、咳嗽、人痛、头痛、落屎、鼻袂着味、食袂出味，你若有症状的话，你就爱卡119，好，过来卫生局，当地卫生局，是，过来卡1922，伊帮你记录下来了后，伊就会请医生啊，无就是卫生人员，打电话互你指示你后一步要安怎做。上重要的就是爱冷静，你袂当家己一个人坐阮啊，啊无就是计程车啊，啊无就是请厝里人载你去，袂使。虽然咱今仔日讲有遮个啰里啰嗦的物件吼，遮尔侪物件，大家拢爱去遵守的代志吼。要毋过大家拢是为大家健康咧设想啊。
对，上尾也要提醒咱的乡亲时代啦吼，这疫情是愈来愈严重，大家这段时间一定要好好啊照顾家己，会记哩嘴暗挂咧，啊较食啊洗手咧吼，啊做好着个人的卫生，咱大家安尼平平安安度过这个上介艰难的时刻。是啊，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吼，伊就是伫头前咧帮人挡迄病毒啊，帮大家筛检啊，啊无是照顾较种的人，咱会当家己做好的，就是讲照顾好家己的身体，啊大家吼安全的度过这个时间，后一回较有迄个时间，佮继续看咱的台语真连灯。好，拜拜。后一个时间继续收看咱的台语真连灯，拜拜。嘿，朋友，台语真连灯伫 Podcast 嘛听会到哦。每礼拜甲你开讲讲世事，了解新的消息，佮听我来学台语。即马用 Google， 用 Apple， 拢会使听到阮的节目。赶紧看我滚一边，我林小丁，做伙来听台语真认真，互你台语愈讲愈认真，耶！